教你點樣揀一間信得過嘅優質牙科。第一個標準，睇醫生資歷，正規診所嘅醫生一定要有執業醫師資格證同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。刷牙醫嘅資歷要公開透明，你可以要求診所展示。有豐富經驗嘅醫生處理複雜 case 嘅能力會更有保障。第二個標準，睇無菌消毒做得好唔好。優質診所會嚴格執行15度消毒滅菌流程，所有器械一人一機，高溫高壓滅菌之後密封包裝。診所會設置獨立的清洗室、消毒室同無菌物品儲存室，仲會用紫外線燈每日消毒診室，杜絕交叉感染。第三個標準，睇設備夠唔夠先進，先進設備直接影響診斷準確度同治療效果。數碼化口腔掃描、CBCT 3維斷層掃描、電腦導航種植呢啲技術，可以大幅提升精準度，減少不適感。記住呢3個標準，北上睇牙就可以安心好多。如果你都想預約免費檢查，隨時聯絡我哋，博耀口腔守護你嘅笑容。